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桃销，还有桃销的正确用法。古话说得好，一桃压百媚，一销震千邪。这个销呢，就是桃销。在桃树上有一种桃子不会成熟，它经历整个冬天不脱落，吸收了48节气，它把所有的气和能量凝聚在内核。这时候呢，要正月采摘，如果过了正月，它就落了。落在地上呢，称之为奴，叫桃奴，那个属于次品，不能用。桃销的正确用法，首先呢要过遍水，过无根水或者是盐水，飘在上面的呢，说明内核已经空，它里面的能量比较小，要选下沉的。桃销可以直接当摆件，也可以做成手串，一定不要打穿孔，穿孔为通心孔，把它的内核给捣散了。我们要打天地孔，上为天，下为地，打2个孔，不破坏内核。我们选的搭配呢是桃销，加的是桃奴。这些呢，小的是毛桃，它是飘在上面，内核能量比较少，打的穿心孔。打完孔穿起来，这就一串精美的手串。如果嫌麻烦的话，可以采摘完桃销，筛选完之后，把它放在那里，它也有一定的作用。